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24 AM 新闻，我是苏眉。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香港区议会选举今仔日举行，投票率是历史上上悬的。今仔日半暝结果就出来。台中平交道车祸原因大冰盘，代替承认是台铁移动故障，轿车无违规弄过平交道。台北市人口哪来哪少？10个月来刷出台北市的超过2.5万人，是18年来上济。新闻一开始，咱先来看香港的情形。今仔日是香港区议会选举，对透早开始就有真侪人出来投票。根据上新的统计，到下晡4点半为止，投票的人数已经超过210万人，超过顶一届的总人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透早有去投票，伊是鼓励所有的选民拢爱出来投。这场选举的结果，预估今仔日半暝就会出来。好，11月24号是香港区议会的投票日，可以看到，其实呢，今天一早就大排长龙，而且呢，很多民众都表示说，其实这一次香港的投票的状况是非常踊跃，跟之前是大不相同。7点半开始排队排到真长，香港区议会选举的都比顶届增加，有不少学生是头一摆投票。以前没有这么多人的。你自己每次都会投票吗？我每年都来。人很多，比以前多很多，以前都不用排队的。是。今年几岁？20。公民的责任嘛，就投票的话就可以帮自己发声，所以就来投票了。每一个投票站拢出现人真济，有一寡排队将近1点钟，搁较有不少人烦恼是最后一摆投票。伫下昼1点半已经有150万人投票，超过2015年选举的总投票人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早起出现投票所，呼吁民众踊跃投票，也对社會恢復平靜有幫助。我希望呢一種安穩同埋平靜，唔係淨係為咗今日呢一場嘅區議會嘅選舉嘅投票，而係展示大家都唔希望香港再陷於一個咁混亂嘅局面，希望能夠走出呢個困局，等我哋可以重新出發。外界估計投票率將比頂屆大大提升，每一個候選人也把握最後機會伫街路拍拼宣傳，未少建制派機關也關到選情會比民主派變過來。其实很多之前没有投票的，可能也不能接受现在香港的状况，或者是很多暴力啊，我相信会多了这些人出来投票的。我相信他们会判断，这半年的事情谁要负责，因为香港人会懂得投票，去用选票来守护民主选举。因为香港区议会投票時間從15點鐘一直到暗時10點半，預計將伫反正完成開票選出452名區議員。雖然投票的人數增加，政府也加派防暴警察進駐，不過大部分攏非常的平和有得失。這場區議會選舉結果也將看作是反送中運動發生了後民意的一擺公道呈現。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運動讓哪來哪濟香港人關心政治社會。其實，佇香港差不多有2萬個台灣人。即馬，咱帶觀眾朋友來聽看賣，這寡佇香港的台灣人是安怎看待這場有重要歷史意義的香港選舉？高中畢業了，就到香港讀大學的謝先生，大學畢業了，留伫香港的金融業工作，在香港9年外，取得永久居民證了。今年伊嘛登記成為選民，一早就到投票所，要投伊佇香港的頭一票。新鮮做刺激嘅，因為頭一遍我佇香港嘛幾多年啊，都有小可感情啊，所以講會使做一份即個公民義務。另外一位來自台灣高雄佇香港教10多年冊的蘇老師，雖然冇登記選民的資格，也毋過伊並無認為香港的選舉制度會使來充分表達民意。我去投票呢，沒有達到很大的效果，因為畢竟不是我個人投的票，我是投給選票的代表人，還不是真正能達到我自己的想法。經過1半年外香港反送中運動，香港政會表現有香港人的改變，因看甲感受真深。之前攏同學之間做出名，第講不關我的事。不過我看到香港人愈來愈感覺關心政治啊、社會啊，這項代志是愈來愈重要。人心惶惶，因為這個政府是沒有能力的。他沒有辦法處理現在目前的狀況，很強制的壓迫
年轻人，所以我看的事实上是很难过的。虽然现在香港社会气氛真不安、真紧张，也毋过贾先生跟苏老师暂时拢无离开的想法。也毋过对在地香港人来讲，反送中运动真歹收煞，因手中的这票袂使无投。面对未来，因是真无力又个无奈。过去数个月的感觉是很重、很无力的，但是真正是不停去想有什么能做，那也就去做了。公司记者陈淑君、张玉水香港采访报道。国道1号北向设置系统今仔日下晡发生车祸，一台黑色的轿车家己驶去龙云街道，驾驶落车了后，煞向摔落去下骹的公园，当场死亡。特斯拉轿车家己弄到分隔岛了后，弹向正边，结果甲护栏弄凹落去，车身被开到变形，车顶拢被卸掉。看到人讲，看到司机互人协助了后落车，无想到尾仔落落去护栏下边的关子坪公园，当场来死亡。车子是停在右边的，另外这边是让一台车可以过，人家把它拖出来是在旁边休息，为什么他要硬爬到用爬的哦，硬爬到这一边，然后从这个跳下来，然后可是他跳之前有拿个电话，可能有通一通电话，那个就不知道了。国道警察局管控现场，车顶有一男一女，拢被送往内湖3总加载，伤势不要紧。警方初步调查，死亡的是开车的姓华的23岁查甫人，两名乘客内底，其中一人是姓李的营业员，另外一名女性是这个开车的查甫人的朋友。当时这个车辆是由内湖的特斯拉出发来进行车辆的试开，无想到会发生这个不幸的意外。客人去试车，那衔接戏子系统的时候往北的时候。他要往那个国三的时候，那个因为驾驶人操作撞到那个分隔岛以后，再撞到国3号南下的外侧那个路肩，我们在查是他为什么会掉到那个地面。警方讲，这姓华的查甫人大约对16公尺远的所在落来，会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这事故一度造成设置系统北上接国3的10道封闭，在下晡3点08分排除事故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家己一担夜车的火锅担，人客食到一半的时阵，驾驶讲向落落来，老驾驶导火。消防队调查发现，担的使用规模无伫法律的管辖范围内底，敢若会当宣导改善。消防队赶到嘉义市这个夜市要来检查这间卖小火锅的店内，的这个驾驶炉也有驾驶讲，因为人客来食小火锅，结果驾驶捞出来，倒来卡煞烧起来。这个螺丝嘛，系啊，这防脱落的啊。对啦，啊，伊螺丝就是从这边稍微有一点，lucky 啦，对不对啊？脱落对啦，那你脱落的话，这个是烤瓦斯。大约是1桶瓦斯连接大概数个炉具，那现场这个疑似这个瓦斯管线有稍微脱落的情形。也正承认可能驾驶讲无接好，造成驾驶习惯流出来，事后已经换这个广线加驾驶炉。消防队也宣导正确接管方式。加载无继续着人客裤甲裙，不过其中一个人惊到走的时阵，煞跌倒受伤。我是稍微烫到而已啦，我老婆是要跑的时候就跌倒受伤，那长裙没有烧起来是还好。人客事后认为讲，业者一趟驾驶分装真侪座驾驶炉，家己装的就营业，其实暗装违纪。消防另外也讲，上好是卖互人客使用免费。有时候瓦斯管会锈死，或者是它旧了以后，或者是老鼠会咬断，那这造成非常大的那个危险性。有业者讲，在人客面前使用假释也是酒精过量真危险，早就应该汰换。不过消防另外也坦白讲，消防法规规定，产值80公斤以上假释桶才需要安全装置这相关的规范。夜市的大头若是无超量，这种法规无度管遮多，或者是改发。若是要全面立管，就要搁再来修法。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看政治的消息。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今仔日去彰化、南投甲嘉义辅选造势，拄好对手韩国瑜嘛伫南投甲嘉义，会当看到两边拢想要抢中部选票的决心。民众一直喊当选，利空大选竞争激烈。总统蔡英文20时早起对英国出发，为争取连任的立委苏卡会这人来徛台，也为家己的连任之路来铺路。蔡总统对新北出发，一路来到中部、彰化、南投甲嘉义造势。离的副手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也是4个走透头到辅选，要来救立委声势。
因为蔡总统提出提悬0岁到6岁育儿津贴政策，被批评是压红包，接种心惊惊才会增加。而蔡总统是强调，这是扩大国家照顾政策。执政3年多以来我们把照顾0到6岁的小孩的预算从200多亿扩充到现在的600多亿那将来呢，我们也会依我们国家的财政的能力持续的扩大。而对着澳洲传出的王立强中共间谍案件，讲对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收取中国资金，蔡总统讲，公安单位拢会有所掌握，若是看涉不法会严查严办。公安单位都有所掌握我们也透过相关的管道在进行深入的调查，而且进行查证所以如果有不法的事情，我们也会严查严办。因为韩国瑜离时早起先到南投为国民党立委柯淑华来徛台，蔡总统是下晡到南投成立竞选总部，也为民进党立委蔡培慧这人助选。搁再强调蔡政府施政每一分钱拢用伫照顾人民身上。而蔡英文甲韩国瑜2个人暗时拢伫家己水上做事，双方离差不多1公里，警方出动超过800名的警力来维持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伫中部造势以外，嘛针对伊讲收中国资金的风波做回应。韩国瑜除了用替选做担保以外，嘛要求相关单位要赶紧查获清楚。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离时走访南投甲嘉义，早起先到南投为国民党立委柯淑华徛台，感谢伊一路支持，也批评蔡政府3年来执政，互人民过甲真辛苦。若是要过好日子，就要用选票互蔡政府落台。派系分赃，赶紧讲个吃香喝辣，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这时候求玉皇大帝、土地公、拜妈祖、拜关公，结果我们自己选错了人。韩国瑜下晡来到嘉义府选，并且参加动物嘉年华活动，伊甲家己的签名顶衫寄卖善款，关乎身体障碍者这团体，也呼吁民众爱护鸟狗这动物。对着澳洲传出的王立强中共间谍案，讲伊收取中国资金，伊是感觉真不平。这个事情遇到了国家的司法单位，特别是包括调查局、国安局局长。明天是星期一，立刻要专案、快速而且立案调查。韩国瑜除了以替选做担保，要求相关单位赶紧调查，也系了全开。考试讲，无赖伊的产业是愈做愈旺，即阵要国外资金进入，变做跨国企业。另外，也批评对手蔡英文总统讲，相关单位拢有掌握的讲法。提醒蔡总统莫乱用国家的资源。我要提醒蔡英文总统，不要滥用国家资源，不要滥用国家公权力，公平、公正、公开打一场高品质的总统大选。韩国瑜呼吁蔡总统拍一场高品质的选战，让后代子孙甲全世界民主的国家拢甲咱肯定。而蔡英文甲韩国瑜毋若在中共间谍基地上互相来批评，2人暗时拢在家己水上做势拼人气。记者综合报道。第三势力继续用休困日来拼选战，针对韩国瑜访港收中国资金的代志，郭文地讲未来会有更较侪内部风压出来。郭台铭嘛呼吁国民两党爱启动调查，伊相信认为未有参选人咧出卖台湾。早起陪立委参选人扫街，下到高岛3工徛台，台湾民众党主席郭文地2天假日拢到高雄，全力替党提名的，配合立委参选人冲刺选情。讲到澳洲强谍案，郭文地也了真歹找到中共出钱，予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的证据，也毋过媒体收钱的内容会慢慢的浮现。中国共产党当然不会直接拨预算给你啊，通常都会经过洗钱专案，该爆料的都还没爆料。比方说哪些媒体在香港收人家多少补助啊？那些，其实有些东西我们事前都知道。郭文地讲较真确定，表示家己早就听过。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仔日陪郭家军立委参选人扫街，也表示，伊伫党内初选的时期，就接起有媒体想要操控选举。即马总统参选人被指控，那执政党国民党也应该启动调查。投诚吧，或者是一个，这是国安级的问题。我讲，因为没有拿到证据之前，我们谁都不能够妄加预测。间谍案出来以后，我觉得我们更要慎重来考虑要选哪一位候选人。
亲民党副总统参选人吴兄是头一摆投入竞选行程，到新北市参拜郭台铭的发折庙，因为吴兄甲郭台铭拢是警察警儿。不过对强谍案，吴兄认为总统参选人未出卖台湾。我相信台湾没有任何一组的候选人会去出卖台湾，所以请大家不要被撕裂情感，就是大家自由民主是我们共同的 DNA。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无行程，也不过党部表示，宋楚瑜正无用咧处理赖国名单，希望会当伫选前赶紧提出，互外界知影未来是一个团队来做总统。记者综合报道。今摆来看国际消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日本，今仔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爆炸的地点那加萨基，呼吁世界爱停止使用核能武器。教宗方济各20早起到长崎市原子弹爆炸的心地公园，在和平纪念碑头前献花，并且为受难者默哀祈祷。方济各并且在现场发表演说，呼吁各国领袖放弃核武甲冷战时期互相威胁的高调主义。Es necesario considerar el impacto catastrófico de un uso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humanitario y ambiental, renunciando al fortalecimiento de un clima de miedo,desconfianza y hostilidad, impulsado por doctrinas nucleares. 方济各讲，和平甲安定是世人上愿望的代志之一。不过，拥有核武甲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无法度达成这个愿望。那安尼，反倒当予世人一直受到考验。今年是头一批到亚洲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圣方济沙勿略到日本传教470周年纪念。教宗到丰臣秀吉时代，日本26圣人圣教地纪念公园致敬。天主教在1549年传入日本这个以神道教佛教为主的国家，被统治者当作邪说异教来对待。过去250年被禁止的时阵，长期一直是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秘密基地。38年前のヨハネ・パウロ2世の時も青森県ってずっと北ですけど、から東京の会場まで行って。教宗下晡在当地棒球场主持露天弥撒，吸引3万名信徒参加。23下晡，教宗对泰国飞往日本的中途，依照惯例向经过国家发出电文来致意。中华民国台湾也是其中之一。教宗在电文中向台湾领导人甲人民来问好，并且保证为所有台湾人民祈祷，望丰盛和平祝福来临。台湾当局也透过航管单位回复电文，祝福教宗访问日本无能顺利。记者综合报道。昨日暗时9点外，一台落南的自强号在经过台中顶市航滨高道的时，弄到一台轿车。45岁姓林的驾驶送病院了后平安活落来，但是台铁第一时间怀疑是驾驶硬要冲过滨高道，不过路尾所发现是电线有问题，铁机动伤早压起来。行车记录器翕到这个姓林的查某人意外过程，当时伊准备通过这个铁机路口，竟是顶湿去啊！为早随升起来，却是互一台南下的自强号火车给弄落去，车被弄甲亲像废铁啊同款。人送病院了后，加在命有保条咧。抑过大声却是互人认为是要抢过红灯，后来代替证实是这俩电器故障。这2条的电缆它老化之后，它就会造成说它的电压不正常，时好时坏，它电压就送到别条线去，然后结果就造成那个平交道的那个折断机就生气。工程人员提出检修的相片，一捆的电线内底控制掠断机，经报机的电线第一、第2沿的绝缘不良，造成铁机路口设备作用无正常。代志发生在日暗时9点外，伊开车经过丁字巷铁机路口时，互一台代替149次南下自强号列车甲弄落去。不过拄开始时，代替讲这个意外是伊开车时阵要抢过这红灯，互伊实在是无法度接受。事实不是这样啊，对啊。然后他竟然这样子打，然后一些酸民网络的那些都一直批评我骂我。事故当时出来的时候那这个他说那个的驾驶得抢快这个不是我们台铁局去发布的。这查某人做义消小队长，迄天是甲人食饭完了后，准备要转去厝的。对行车记录器画面看来，伊通过当时确实灯号熄去，为早也升起来。也网友公布画面，讲代替这遮断器故障，毋是头一摆。而重新转来到现场，民众讲，这个铁机路口的遮断器定定的故障，互开车的人经过，大家拢感觉心惊惊。
会犹豫一下，会放慢速度，自己再确认一次，因为这种事情真的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他们已经修2个礼拜了，1、2个礼拜都还没修好。代替讲，电线可能因为老旧，也是互日头拍甲故障。除了对开车的人的负起赔偿，针对延误的21列次列车，5900名旅客也赔偿，也是退换票。只有铁基路口，阵每个月拢会进行检修，也要伫2个月来完成所有铁基路口的检修。不过在完成进前，开车的人通过时阵，也是家己爱较细腻的。记者综合报道。根据统计，最近4年来，差不多逐年拢有2万人搬出台北市。今年到10月份为止，搬出去的比搬入来加2.5万人，是18年来上悬的。因为台北市的厝贵，加上新北、桃园的捷运愈来愈利便，这拢是民众想要搬出台北市的原因。北市厝价真悬，落袂落来，人口也跟咧继续流失。根据内政部的统计，台北2015年开始出现人口外移潮，当时的净移出大约9300多人。2016年起连续3年净移出将近2万人，今年1到10月净移出更较是挖近25000人，是18年来新悬。从2015年到现在，它其实整体房价整个回涨的幅度其实大概只有5%左右，所以它整个房价它还是相对于其他的所谓的，譬如说桃园、新竹、台中、台南这些都会区，相比的话，它还是高出了大概1到3倍以上不等的幅度。办国研究机构表示，北市这几年的厝价虽然有回档，也毋过幅度真细。目前北市主体每平的平均价位大约落伫62万，比起新北、桃园、袂少地区每平20-30万起跳。这份路网阁一直扩大，拢是互袂少民众刷出北市的原因。另外，根据财政部税收资料统计，2018年全国806万户土地持有者中，77%的年纪是落伫45岁以上。若讲为地区来看，台北市有6成以上的土地集中伫55岁以上的长者，桃园上少年以45到64岁族群为主，35岁到44岁有2成。现在这房地产价格都很高嘛，年轻人都买不起。那时候相对早期的房子都是相对合理的，所以大部分的现在持有人都是高龄的年纪大人，显示我们应该要让这个世代居住不正义这件事情要更努力去改善。学者认为，伫民众平均寿命增加，厝价短期阁较袂落来，如何透过政策互土地资产流动，解决居住正义，拢是政府应该长远规划思考的课题。记者综合报道。即摆已经是寒人啊，而且因为温差大，互南投鹿谷大仑山的公孙树造林区出现真少看到的色差奇景。看过去有的黄金金，有的已经翻白，叮叮塔塔实在真水。咱做伙来看卖。苍的沙布种了袂少的银杏，交叉分布伫山头，有的呈现金黄，有的呈现黄绿色，也有几啊丛的树叶虽然来了，也毋过也是呈现真水的树形，看起来就像点伫北澳风景。大仑山这里看到我们的银杏叶逐渐长黄，非常漂亮。那我们的茶园也这个错落有致。现在来是有一半的白色的树木搭配一些一半的金黄色的落叶，这样搭起来形成了很大的色差。行伫银杏步道，有时阵眼前是金黄色调，随后转为大白色，搭配青冷冷的山景，民众讲足水的。这是南投鹿谷大仑山的银杏造林区，伊用一个日出了后，银杏就会转为金黄色，雨山头呈现金色。也毋过热天雨水多，9月是真久无落雨，这款的无正常气候才会出现黄白交叉的冬天景色。9月到现在11月份完全都没有下到一滴雨所以它落叶的速度相当的快那会形成说，因为很冷，那叶子比较黄又有落叶的那个银杏树就有跟白跟黄的这种搭配当地人指出，银杏对于气候非常的敏感，因为近日东北季风加上日夜温差大，影响银杏的生理时钟以落叶表现自我保护机制。预计接落来阁有一波天气转变，12月初，大仑山的银杏造林区9成以上会完全叶落了，阁较有冬天的气氛。记者综合报道。对明仔载拜一开始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会落雨，明仔载雨会是上大。对中南部的地区影响是无介大，明仔载是好天侪云。咱即马来看各地头的详细资料。北部地区是18度到23度，中部地区是19度到28度，
南部地区是20度到29度，东部地区是19度到27度，外岛地区是17度到24度。新闻的最后，带恁来法国看耶诞市啊！感谢恁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Thank you.